吹水台先同大家科普一下澳門娛樂場 VIP 廳嘅運作。所謂嘅貴賓廳其實就係私人承包制，由廳主向娛樂場租廳，再請疊碼中介拉客。娛樂明星好容易沉迷，因為普通人要現金換籌碼，但係 VIP 可以簽泥碼先玩後還，仲有免息期。例如男明星呢一次輸咗10億，其實一開始可能淨係帶1億本金就可以，其餘9億全部係娛樂廳借出嘅信用碼。有錢疊碼仔爆料，明星最好呃，尤其係嗰啲自認技術高明嘅，我哋先會俾佢贏2-3鋪，等佢覺得呢一度嘅風水旺佢，跟住先慢慢拖。呢一次呢個男明星頭2日應該係贏緊過億，後尾貪心加碼先一次輸晒。接落嚟我哋講下汪峰。汪峰向來都中意以小博大，離婚期間章子怡曾經暗示佢中意玩2手，而且去到痴迷嘅狀態。汪峰亦都多次被網民野生捕獲喺拉斯維加斯娛樂場，有粉絲笑言汪峰連頭條都搶唔到，呢一次終於上到啦。另外有網民指，亦有可能係陳坤名下嘅東新童話註冊資金高達9億人民幣，近年嚟轉戰商界做投資，資金調動非常之頻繁。北京朝陽區確實係有過億元豪宅，不過陳坤名下嘅資產大多數屬於固定資產，事實上佢嘅流動資金有限，加上亦從未見過傳媒透露陳坤中意去澳門娛樂場。接落嚟討論度較高嘅就係吳京同港澳大佬關係緊密，經常來往香港、澳門。此前戰狼系列收入或者超過30億港元，不過有網民講吳京屋企係老婆管數，應該冇可能係佢。對於種種猜測，有娛樂場顧問爆料，永利貴賓廳確實係有一套明星套餐，佢哋會幫客人用離岸公司拆細過數，連續玩7日就係好反常。通常大玩家玩2-3日就會安排專機送走，估計呢一單係俾人做局。至於點解冇行家直接點名，娛樂場公關同我哋講，永利 VIP 客戶全部都簽晒保密協議，爆料嘅話要賠成億違約金。最後奉勸各位唔使太擔心，可能呢一次又係一場炒作。至於今次呢一單嘢係堅係流，記得鎖定吹水台，有猛料第一時間同大家跟進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吹水台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出更多影片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